买了以后把这个当做商品，然后更高的价钱卖给别人，把中间你赚钱，是不是？用佛法来赚钱，那是你买放下家里都可以，买完了再更高的别人卖给别人赚钱，那不对。我说的一个意思知道吗？那这个佛像来赚钱是不可以的，动机是为自己赚钱，动机。那为寺庙为什么东西为别人，不是你为了你，那可以。像法王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之前我跟一些朋友，我们就翻译了一些仪轨，我们打算要出版。那其实出版之后，其实在市面上它一定会贩售嘛？那法王，这个如果说，就我那个时候在想说，这个三宝的这个对镜是不可以买卖的。可是问题是，这个我们印这些书也是要成本啊。可以适当的可以卖，不是成本啊。然后你反正为了这个你坐车去的哇，什么用费呀，这些都把它成本算去，不要赚钱。车费呀，是什么东西这都把它算起来，是，可以了。